因应人口老化市场需求，长期照顾机构愈开愈多。不过，议员揣回质疑，机构不管大小，一到年底拄到的是市府补助款跳票，对小机构来讲，将是沉重的负担。所以要求市府爱自行调好资源，不得积欠经费。同时，目前党对机构无定期检查，至少4万以上。长照替咱政府做代志吼，就是讲中央钱拨落来，县长较拨好这长照业者，啊，你审议会去审查过，你可大概都期限3到9个月了，吼，啊，你甲想啊，世间要怎生存？那积弊已久，那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都没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我们认为，靠审查预算的时候，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附加这些条件。咱市政府几亿周转一个，我感觉无啥问题嘛吼啊。可是咱干这代志，干欠钱。那如果鼓励长照业者来多多经营，替百姓服务，那基于这个理由，我们认为市政不应该借鉴长照业者半毛钱哦，按列就要给付。第二，我们要加强长照业者的稽核，因为伊属实毛作者无合理的违规啊，就讲人家白社会先夫类似这种，还是讲配置人也不足的问题。那我们较早当检查人改，我们要求增加到4次，也保障被他照顾人的权利。那我们也给他一些应该有的权利，也挤那么敢减。第二，我们要加强来稽核，让长照者、孤等等走入一个正轨。议员提出市府积欠业者长期照顾的补助款，主要是业者申请，但因为中央已经核定112年补助长照2.0的计划有16亿外，市府配合款部分需要通过议会垫付，才引发议员关心。对此，社会局长澄清，是业者申请加核拨天数出问题单纯个案。台南市社会局对于长照机构的一个费用。其实是有一定的程序，那这程序呢，在我们长照机构申请的时候，有时候呢程序不完备，可能会呢延迟到他领到钱的一个时日，所以会有长照机构呢会误以为在社会局这边是拖欠他们的一个经费。那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的长照机构依照我们的程序来办理的话，事实上是不会拖到经费的。在此呢，也跟我们长照机构呢做说明，然后也希望说呢，如果长照机构有问题的话，社会局这边会全力来辅导，尽快呢来取得我们长照服务的经费。据了解，目前各长期照顾机构的补助费用，市府拢如期半付，并无积欠情形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